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3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出埃及记32章第7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找。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，上帝来是为了要赐下救恩，使人归向他，跟随他，进入他的救恩里面。可是人却选择背逆上帝的道路，就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寻找上帝，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胡乱的寻找，制造了偶像来敬拜，得罪了上帝。出埃及记32章第7节到14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对摩西说，赶快下山，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，背弃了我，他们已经偏离了我命令他们走的道路。他们用金子铸造一头牛，向他跪拜，向他献祭。他们说，这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。上主又对摩西说，我知道这人民非常顽固，现在你不要拦阻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灭绝他们，我要使你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。但是摩西向上主他的上帝恳求说，上主啊，为什么向你的子民这样发怒呢？他们不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救出来的吗？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你故意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为要在山里把他们完全消灭呢？求你息怒，回心转意，不要向你的子民降大灾难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记得你向他们发了严肃的誓言，要使他们的子孙繁多，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并且应许把这整块土地来赐给他们的后代，作为永久的基业。于是上主就改变了心意，没有把原来要加给他子民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上帝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为奴之地。那是因为以色列人需要，是因为上帝有怜悯，是因为上帝主动的寻找他们。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上帝是谁，也就如同耶稣基督的时期，以色列人并不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上帝所赐的救恩。上帝就差遣了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去寻找失丧的人，并且赐下救恩。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。有一次，好些税棍和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，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就埋怨说，这人竟然接纳这个坏人，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。因此耶稣给他们说了一个比喻，假如你们当中有人有100只羊，其中的1只迷失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一定把其他的99只留在草场，去找那只迷失的，直到找着了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就高兴的把羊儿搁在肩膀上带回去，然后邀请朋友邻居，对他们说，来跟我一起庆祝吧，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。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
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，要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更大的。假如一个女人她有10个银币，失掉了1个，怎么办呢？她一定点起灯来，打扫房子，到处寻找，直到找着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他就邀请朋友和邻居来，对他们说：来，跟我一起庆祝吧，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着了。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上帝的天使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。上帝赐下救恩，就是要赐给世人的。但是那些以选民自居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主义的人、经学士，甚至祭司们，却因为自以为义，自己拒绝领受救恩，也却阻止其他的人得救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主定罪的人，他们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精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所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，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着你可以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就不至于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时时规劝你，不要像驴马那么无知，必须用绝环计头来管束才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遭受许多的痛苦，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恩慈环绕他。义人啊，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；所有正直的人啊，你们都要欢呼。上帝寻找我们，我们要寻求上帝，这样才能领受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自以为义，不要固执拒绝，要谦卑认罪，顺服，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